媳妇儿，咱出去好好谈。媳妇儿，那是我实在太生气了，胡乱写的，你别当真。哎，媳妇儿，你别签，别签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让不让开？媳妇儿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让开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媳妇儿，哎，媳妇儿，他自己犯的错，他这个态度，行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老帮着外人呢？哎呀，你说你一口一个外人，怎么能处理好婆媳关系啊？哟，说的你很会处理是吧？你是不是上辈子当过女人呢？你实习过呀？你当过老师啊？你说你这张嘴啊，你就闹吧，等把儿媳妇赶跑了，你就高兴了。我闹？哎，怎么是我闹呢？哦，他出去跟别的男人鬼混，现在成我闹了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，杨康就是被你这种论调给教坏的。你再跟我瞪着眼睛，你给我瞪眼睛，你给我瞪眼睛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哎，我真是受不了了啊！好不容易把儿媳妇盼回来了，大家热热闹闹过个日子，你看你成天嘚瑟的。你去哪儿？哪儿美女我去哪儿。行，你们走，你们通通给我走！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咱别这么冲动行不行？我结婚冲动，离婚绝对不是冲动。你看你就别说气话了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先等一下啊，咱们聊一下，就算要离也不拘于一时嘛。我1分钟都不想看到你。媳妇儿，我可以消失，马上消失，但是你先消消气儿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我已经冷静的不能再冷静了，长这么大我就没这么冷静过。媳妇儿，哎，咱能不这样吗？啊，我整天像天使一样守着你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这么做就是怕你离开我。哎，还有啊，你说这民政局人家天天多忙啊，咱们作为社会的栋梁之才，我们就别再给社会主义增添工作量了。贫，使劲贫，反正你已经贫到家了，没什么好怕的了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喊呀，使劲喊，反正过一会儿你也不能再喊了。老婆，你是我第一个老婆，人家说，第一个是终身难忘的。没关系，很快你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。我不要，我只要你一个，全世界我只要你一个。是吗？那我代表我第2任丈夫，好好谢谢你这个前任丈夫对我的厚爱。雷小桃，玩差不多了。谁跟你玩了？这个字都签了，你还想接着玩？不好意思，游戏已经结束了 ，Game over。这么说，我们的婚姻只是一场游戏。Yes。雷小桃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就这么过分了。哦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，我的第2任丈夫还等着欣赏我们的离婚证呢。你说，这离婚证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、绿色，还是白色呢？哎，我猜应该是绿色吧，绿色通行嘛。你当真要离？这不是在实现您的心愿吗？我说了，我只是当时生气。你凭什么生气？我亲眼看到你跟别的女人搂在一起、亲在一起，我都没有生气。我也原谅你了。你昨晚做了什么，我都原谅你。我都原谅了你，还想怎么着？这人一旦无耻起来，拦都拦不住啊！我无耻？我怎么了我？杨康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没有了婚姻的基础了，离婚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我这么样的求你，你难道一点也不松动是不是？是。淑女有成人之美，我成全你，也成全你妈。别扯上我妈！我再问你，你还爱不爱我？我爱你个鬼！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跟那个混蛋是不是？是。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你所有能想象的事情。离！谢谢。去找小桃了，看你成天化成这样，给谁看呢？没准我在大街上就能碰到我的缘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你在化解成妖精了？你真打算告诉小桃啊？告诉什么呀？我去给他送点钱，他爸今天出院，肯定缺钱。他的医药费我已经帮他付了。啊？我正愁怎么跟他说这事儿呢。你又不是不了解他，你要让他知道了。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吗？哎呀，那我现在该怎么跟他解释啊？
我也不是故意要瞒他的。哎，你必须负责帮我解决，否则我就告诉小桃你跟杨康之间的关系。唐诗才，你太狠了，你太狠了，你太狠了！来，收好了啊。哎，别撕，我劝你别撕，结婚的时候还用得着呢啊！你有病啊！你有药？你吃啊！你卖啊？丢人！丢你人了吗？我们现在的关系是没关系，我丢人还是丢东西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丢怎么了？神经病！哎，你找什么呢？垃圾桶。嗯，吃。哼。啊！解放了！耶！哎呦，前夫同志，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再来小桃，你呢？行，你离婚，离呀！前夫同志，有必要这么幼稚吗？贤妻，看在你以后还得回来求我结婚的份上，咱们吃个饭吧。给个理由。庆祝离婚。好理由，走。你好，我是罗毅。罗总，5分钟后有一个会议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苏雪，你凭什么把我支到外省出差啊？干什么呢？我是总经理，我没权利，谁有权利？啊，公报私仇是吧？我们之间有仇吗？郑明磊，做人不要太贪心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正好非常贪心。苏雪儿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你的玩偶，想要就要，想扔就扔。我要你了吗？我们从来就是钱的交易。你看什么看？打一开始我就有付钱给你，不是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用钱来解决。早就想说这句了吧？开个价吧。100万。想清静，你得付出代价。先生，你说的是韩币吧？滚！苏雪儿，我不是要饭的。要饭的，那是抬举你了，听到没有？滚！很好，你坚持住啊！啊，一股解放了的感觉扑面而来啊！哎，怎么不吃啊？生活不就是这样？有时候你玩他，有时候他玩你。不管怎么样，不要辜负美食啊！我们俩谁玩了谁了？我们一起被生活这个混蛋给玩了。前面的生活告诉我，你就是那个会一辈子对我好的人。
这一辈子还没过完呢，你就把我给砍了。当砍不砍，反受其乱。已经乱到你根本没法跟着我了。是乱到你不肯要我了。我是跟你嚷嚷过离婚，可能只是嚷嚷，从来没想过真的要离。你呢？我那离婚通知书就是一气之下，这写出来跟说出来是一个概念。这写出来跟说出来绝对不是一个概念。现在争论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反正你妈不喜欢我，你好好努力，找个你妈喜欢的媳妇儿吧。我走了，我送你吧。不投入，算了吧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行了，回到起点，一切重新开始。那个媳妇儿，改口吧。不，我已经叫习惯了。你说我怎么改啊？从现在开始改，很快又会习惯了。就那张破纸，我们就不是夫妻了？雷小桃，你这辈子只是我杨康的媳妇儿。等我有钱了，等我有钱了啊！杨康，我们结婚不是因为钱，离婚更不是因为钱。如果我们有钱，我们就可以搬出去住，不用在乎我爸妈的想法。那你多晚回家，我都不会着急的。杨康，我不认为你爸妈是我们不能在一起的理由。我相信你，我从来就没有不相信你。可是我是男人，你是我媳妇儿，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我不可能不吃醋。吃醋？是啊，我是怕那个又有钱又帅的男人把你给抢走了。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你为什么当时不说？这还用说吗？是个女人都知道。我不是女人，行了吧？哼！你当时怎么说的？直接把我说成坏女人。我那不是气话吗？有气话说那么难听的吗？我道歉，啊，我改，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那么说话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婚一离啊，我才明白你对我有多重要啊！一想到你不是我媳妇儿了，再也管不了你了，我这心呐就跟疯了似的，是不能拿出来。要是能拿出来，我真想拿出来给你看看，活生生腾出一朵小玫瑰花，从里到外刻着你雷小桃的名字了。又开始评了是不是？媳妇儿，都是那个误会惹的祸啊！咱们回家把那个误会给剁了，和成稀泥，做成我这样的啊，往墙上那么一砸，天天揍，往死里揍他。我们和好吧？怎么和好啊？复婚啊！走，我们现在就复婚去。这结婚还不是得要离婚证？补办嘛，咱们俩都是当事人，填个表，大红章往上面一盖。杨康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那就趁这个机会，让我们都好好想想。还想什么？还有什么好想的？现在想想，我们结婚确实欠考虑，虽然说离婚也欠考虑，但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就让我们仔细想想吧。你要想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感觉我好像没有做好准备做一个好妻子，也没有做好准备当一个好儿媳妇儿。什么意思？这段日子，我让你和你妈操了不少心，我也该反省反省了。怎么这婚一离，你倒变了一个人了？没有关系，这两口子过日子，就是要这样吵吵闹闹啊！这不是我想要的婚姻，更不是我想要的家。那你要什么？那个有钱的家伙？你又来了，这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，就算重新在一起，老问题老毛病还是会发生。廖桃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离了婚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跟他结婚。我跟你说，我
这辈子耗不起，下辈子接着耗。好吧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，大家散会吧。老爷啊，你等一等。爸，什么事啊？你约了雪儿吃中饭吗？这种事情，他也向你汇报吗？你能不能严肃认真的回答我的问题？不能。你说什么？爸，用得了那么认真吗？又不是工作。工作要认真，这恋爱婚姻更要认真。爸，只是谈个恋爱而已，用不着那么着急吧？哪个男的谈恋爱就一定要结婚呢？你看，就是你这种态度，往往导致事情的结果更加恶劣。在未来没有到来之前，谁都不能判断未来。我不听你狡辩，这样吧，你就给我做2件事。第一，把这个情况给雪儿说清楚。二呢，我会跟苏德辉说，就2家利益的情况谈合作，这个跟你和雪儿没什么关系。早就该这么做了，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么多麻烦的事情了。说得轻巧，当初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你是认真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条捷径。那谁有近路不走啊？可以啊，我现在完全理解。那好，既然理解，去办吧。不用办，就这么着呗。等时间长了，他自己就会放弃。我觉得你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好不容易平息下来，我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。还有，你不是担心我和那个有夫之妇吗？现在我有正式女朋友了，您不觉得省心？那你和他没有来往了？根本就没有来往。那好。其实啊，这人的感情嘛，是可以培养的。你呀，看到合适的对象就找一个，感情要慢慢培养嘛。知道了，老爸。那好。哦，对了，彤彤也来这里了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姑姑打电话给我。爸，这种小事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来处理就可以了。你来处理，那我就更不放心了。本来我有他的联系方式，可后来没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自己会找到的，你只要把他带回来就行了。爸，还是我来处理。不要用这种怀疑的眼神看着我，所有的事情看结果。好，我看结果。小小的屋檐挡不住雨点，情划过指尖，抽上了说好的婚纱照还没照，就离了。飘落的黄叶暗示着秋天，曾经炙热的夏天留在昨天，转身的瞬间。你说咱俩结婚的时候还照婚纱照吗？照啊，不照结婚证是空白的呀。也不是那个照，是婚纱照。那也得照，别人做的事情咱们都得做。那蜜月旅行呢？也旅啊，不过现在手头有点紧，但是肯定去。怎么了？心急了？要不今天我们就把婚纱照照。走。哎，不要了，咱们俩婚还没结呢。那咱就去结婚。走。那咱们结婚的时候就来这家婚纱店照怎么样？不好。啊？我要带我媳妇儿去全市的每家婚纱店都照一遍。你钱多的发馊啊？开玩笑，我杨康娶媳妇儿必须得全民庆祝，全国人民放假3天。你是
说国庆节吗？错，是劳动节。国庆节我是等不到。哎，不如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就今天吧。啊？杨康这辈子只能有你这么一个媳妇，早晚就得娶，晚娶不如早娶。这叫什么话？能早点当爸爸妈妈呀！哎，你想，要是咱们儿子再努力一把，比他老子再有点出息，那我们就是全世界上最年轻的爷爷奶奶了。孩子他奶奶为了杨家的人丁兴旺、子孙满堂，请嫁给我吧。赏你了。爱已经不见，所有的一切我只能怀念，以为永远不见，念断了想念，转身的瞬间你近在眼前，转身的瞬间你近在眼前。什么人呢？居然不接电话。你看见我爸了吗？出去了，你没碰见他吗？哦，谢谢啊。哎，桃儿。哎呀，爸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急死我了！我记账去了。哎，走回家。哎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你好了吗？再说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都是皮外伤，有什么好不好的？走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结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人家非但没要我的钱，还找了我不少钱。啊？喂，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是你对不对？是我。怎么，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爸的医药费是你交的对不对？你爸住院了？你在哪儿？装的真像，你简直可以当演员了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找个时间出来，我把医药费还你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该不是医院算错了吧？哪儿算错了？医院不会算错的。啊，那倒也是。哎，头儿，咱家最近好像开始走运了啊。哎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人跟人呐是讲究缘分和气场的。哎，你们气场好，什么好事都会来。哎，对了，那天送你回来那个男的，他叫什么？爸，我很严肃的告诉你，就算我跟杨康离婚了，一辈子单身，也没罗毅的事儿。罗毅？哦，那小子叫罗毅啊。哎，桃儿，哎，你听我说。看上去好像没事啊。这钱多出来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反正还没给我打电话呢，说明还没怀疑到我们头上。你当他傻呀？这要是我，顶多把钱直接给他，怎么还能自己偷偷去交啊？而且还多交。这一般情况下吧，只有喜欢的人才做。唉，可怜的桃儿，现在肯定绞尽脑汁想找出真相。我有一妙招，赶紧约。方法嫁祸于人啊！替罪羔羊罗毅。我说桃儿，这医院呐还真不能住，这住一宿，这比住宾馆还贵呢。哎，站住！哪儿去啊？去！喂，你就说我是他表妹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妈呀，真的呀？骗你我有钱赚啊！嘿，这我要是跟他成了，我就是你表嫂了。我表嫂可换过好几波了啊。很花心哦。不是很花心，是非常的花心。他前段时间有个女朋友叫什么苏雪儿，长得还蛮漂亮的，也不知道分手没有。干嘛呀你老人家？祈祷他们已经分手了。唉，就算不分呢，我们也可以把他搅和分了。灭绝师太在上，请受弟子一拜。跑啊！你要想让你闺女进派出所，你就跑，我还不拦着你呢。
怎么回事啊？这好啊，那你干脆报警啊！干什么？哎，孙老弟，有话咱慢慢说，好不好？谁跟你慢慢说？姓罗的不是答应替你还钱吗？人呢？跟我装蒜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吧，一共6万块钱。不是5万，怎么变成6万了？你是老糊涂了还是瞎了？我这白被你打了。我告诉你，精神损失费、医药费加上之前的5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这是敲诈，你报警啊！咱派出所见。行啊，胆子不小啊你！孙老弟，你给我让开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还钱，有人替你还钱，知道吗？给你女婿打电话。喂，老总啊，你，哼，怎么在这儿谈啊？啊？桃，这怎么了？我也不清楚啊，进去看看再说吧。哦，哎，儿子回来了。哎，你。哎呀，儿子，你最近回来怎么都这副德行啊？又怎么了？妈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我离婚了。我离婚了！行，老总，嘿嘿，走。你就是送小桃回家的那个爸？是的，伯父。好。姓赵的呢？嗨，这事儿您甭担心，我们老大说了，这事儿交给我全权处理。行。啊？欠条呢？这个，咱钱数没问题吧？怎么？不想要？您没有，我绝对没那意思啊。小桃。啊。罗总，这是欠条啊。这是那天的欠条吗？是的。耶，罗总，这怎么才5000呢？不对吗？当然不对了，这已经是白给你的了。哼，您明摆着是耍我们是吧？6万变5000，那5万块早就还给你们了。玩耍赖，可不行。那我这伤怎么办？如果你能拿来足够的医药证明，你拿多少我给你报多少。那我精神损失费怎么办？如果你硬要算这笔账的话，那和我的律师聊聊骚扰罪的定义。换句话说，打你啊，是应该的。那5000块买你不再骚扰他们，否则一切走司法程序。你行，罗总，我认栽。咱们走着瞧。轻点儿。哎，行了，这是孩子独特的减压方法，咱们应该给予支持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高考的时候没考上他如意的大学，这样的事情发生过1次。我跟你说啊，当初跟那个初恋小情人分手的时候，也没见他这样。哎呀，那他别说了。好。哎，我问你话呢。
你怎么知道我跟他们有欠条的？哎，你怎么会签这张欠条？哎呀，爸，你就别问了嘛。罗叶，问你话呢。哎，怎么跟恩人说话呢啊？奇怪了，这么一个懂事的父亲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女儿呢？你，哎，孩子小，哎，你多见谅，多见谅。没关系，我度量大，好人，绝对的好人。到哪儿去？人家帮这么大忙，请人家吃顿饭呢啊！快！给我下来！我说你下来！对恩人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吗？下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怕晒。真娘！怎么跟恩人说话呢？啊！哎，别忘了请恩人吃顿饭啊！问你话呢，你怎么知道有欠条的？你爸刚刚是不是在叫你请我吃一顿饭呢？我在问你话。我晚上有重要安排，别急着回来啊！丢死人！看什么看呀？开车啊！哎呀，你说咱儿子也这么大了，别什么事儿都跟他操心。就是因为没操心，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哎，你说好好一个大小伙子，离异，二婚。你看你还挺封建，二婚怎么了？二婚，哎，这二婚还能找到像样的姑娘，这就跟买车似的，哪怕你是新买的车，只要你一到手，哎，就成了二手货了。这什么跟什么呀？这人能跟东西比吗？怎么就不能比了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在介绍对象的时候，只要说是二婚，立马掉价。你说你还真信了？自己的儿子你自己不清楚啊？啊，他说离婚了就离婚了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哦，那结婚那么大的事儿，他们不是说结就结了？哎呀，那是因为他们两个有感情，这才结婚几天啊，说离就离啊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哎，那你看咱儿子伤心成那样，哎呀，就是因为还会伤心，所以才绝对不会离婚。你看小两口成天离婚离婚离婚的，哎，有几个离的？可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丫头现在是无法无天了。不行，我找她谈谈。哎，你别去了，你要去跟她谈啊，肯定会谈崩。还是我去跟她谈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思考，这所有的事情的幕后主使不是你吧？什么呀？其实你早就看上我了，然后故意制造出这些事端，目的？为了接近我。难道你身上有藏宝图吗？也有一种可能，你以为我身上有你要的商业机密，可是你认错人了。啊！喂，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哎呀，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写欠条啊？事情很简单嘛，昨天我也在酒吧，你被经理叫过去的时候啊，我正好去见姓赵的了，是姓赵的告诉我这件事。那你昨天为什么不说？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又是你丈夫？我还真觉得你丈夫有特异功能，每次都在我们见面的时候给你打电话。喂，伯父。好的，再见。哦，原来你会简易的说话方式。好，那你以后啊就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，知道吗？喂，我叫你用简易的方式说话，不是不说话。罗叶啊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谢谢你。总算是说了一句正常话。你放心，钱我会还你的。哎，
我没有叫你不还，那个动画你还是要给我做。我会的。哎，去哪儿？我送你吧。前面可以停车的地方，你放我下来吧。小桃啊，你嫁进我们家这么多天了，也没过上个消停日子，哎。伯父，是我不好。哎，不说谁好谁不好的问题啊。这过日子嘛，啊，本来也没有谁对谁错。反正你是我们杨家的媳妇嘛，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这个生活中啊，保不准会遇到什么事啊，就应该坐下来说一说，聊一聊，谈一谈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啊。杨康还没回家吗？他回家睡觉了，情绪非常低落。这小两口吵架没什么稀奇的，哎，互相闹个别扭也是正常的事儿。重要的呢，是事情过去以后，大家应该冷静下来，双方都想一想问题出在哪儿，怎么去解决。你呀，别看杨康个头不小，像个男人了，可是他还是比较幼稚，不像你，还是很成熟的，啊。哎，我在杂志上看到这么一篇文章，说男女心理问题呀，同龄的男生和女生，这女生啊，还更成熟一些。哎，所以啊，杨康还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，你要该提醒他，啊，实在不行，想些办法跟我说，不要动不动就提离婚的事儿，很伤人的。尤其是像你们这样的新婚夫妇啊，正是培养感情的时候，这提离婚多不好啊！过日子哪有那么多是是非非？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用难过，杨康啊就是一个嘴硬的人啊。回去我跟他说说，不用你说，等我回家跟他一说就行了啊。来不及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伯父。什么来不及了？杨康没跟你们说吗？没有啊。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们真的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？爸。那么早就回来了？你怎么没有吃泡面？我给你做饭去吧。不用了，我都泡上了，还做什么？哎，你没和那个人去吃饭啊？还有面吗？有，那儿呢，速去泡。哦。哎呀，那小子真不错，又有风度，又有气质，长得又帅，真了不起。哎呀，他要是能成为我的女婿，那可这真是……爸啊，你不喜欢杨康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一定会觉得我认为杨康没钱，是不是？其实不是。男人对女人怎么样，对家庭是否有责任感，对老婆孩子如何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哼，你从哪看出来的？反正具体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凭感觉。你想想，杨康他还是个孩子，他能照顾好孩子吗？啊，姓罗的嘛，成熟稳重大方，看上去不错啊。总而言之，人家有钱，所以你就看人哪儿都满意。不，你这么看我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我的女婿有钱，我当然高兴啊！当然我沾不了什么光，但我女儿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啊！这钱难道就是幸福的保障吗？当然了，这还用说吗？这钱的重要性我就不一一跟你描述了啊！就说这钱，就说到了房，没有房，公公婆婆、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，这就是导火索啊！这天下跟公公婆婆住的多了去了，难道都起火了？你以为没起火吗？啊，这婆婆儿媳妇大战的故事还少吗？这电视剧里播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少吗？那是艺术。艺术个头！哼！哎，对了，你跟你婆婆处的怎么样啊？